創世記第38章。那時，猶大離開他弟兄下去，到一個亞杜蘭人名叫希拉的家裏去。猶大在那裏看見一個迦南人名叫書亞的女兒，就娶她為妻，與她同房。她就懷孕生了兒子，猶大給他起名叫以。她又懷孕生了兒子，母親給他起名叫俄南。她復又生了兒子，給他起名叫示拉。她生示拉的時候，猶大正在基色。猶大為長子以娶妻，名叫他瑪。猶大的長子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，耶和華就叫他死了。猶大對俄南說：你當與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盡你為弟的本分，為你哥哥生子立後。俄南知道生子不歸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時候便遺在地，免得給他哥哥留後。俄南所作的，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，耶和華也就叫他死了。猶大心裏說：恐怕示拉也死，像他兩個哥哥一樣，就對他兒婦他瑪說：你去，在你父親家裏守寡，等我兒子示拉長大。他瑪就回去，住在他父親家裏。過了許久，猶大的妻子書亞的女兒死了，猶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亞杜蘭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裏。有人告訴他瑪說：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瑪見示拉已經長大，還沒有娶她為妻，就脫了她作寡婦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臉，又遮住身體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門口。猶大看見她，以為是妓女，因為她蒙着臉。猶大就轉到她那裏去說：來吧，讓我與你同寢。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兒婦。他瑪說：你要與我同寢，把什麼給我呢？猶大說：我從羊群裏取一隻山羊羔，打發人送來給你。他瑪說：在未送以先，你願意給我一個當頭麼？他說：我給你什麼當頭呢？他瑪說：你的印、你的帶子和你手裏的杖。猶大就給了他，與他同寢。他就從猶大懷了孕。他瑪起來走了，除去帕子，仍舊穿上作寡婦的衣裳。猶大託他朋友亞杜蘭人送一隻山羊羔去，要從那女人手裏取回當頭來，卻找不着他，就問那地方的人說：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裏？他們說：這裏並沒有妓女。他回去見猶大，說：我沒有找着她，並且那地方的人說：這裏沒有妓女。而猶大說：我把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着他，任憑他拿去吧，免得我們被羞辱。約過了3個月，有人告訴猶大說：你的兒婦他瑪作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猶大說：拉出他來，把他燒了。他瑪被拉出來的時候，便打發人去見他公公，對他說：這些東西是誰的？我就是從誰懷的孕？請你認一認這印和帶子並杖，
都是誰的？猶大承認說，他比我更有義，因為我沒有將他給我的兒子示拉。從此猶大不再與他同寢了。他馬將要生產，不料他腹裏是一對雙生。到生產的時候，一個孩子伸出一隻手來，收生婆拿紅線拴在他手上，說這是頭生的。隨後這孩子把手收回去，他哥哥生出來了。收生婆說，你為什麼搶着來呢？因此給他起名叫法勒斯。後來他兄弟那手上有紅線的也生出來，就給他起名叫謝拉。